我跟世界各地的莲友来报告这一章的内容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。世间事了犹未了，何妨以不了了之。世间的事情啊，了就是要结束嘛，了断结束，但是仍然没有办法结束，好多事情纠缠不清，要怎么办呢？你干脆不妨以不了了之，不能结束也把它结束吧，就叫你放下吧，叫你要看破吧，各位。就是这样的用意啦，你不能在那边一直贪求，一直为了事情困扰，让你烦恼不断，你的心性就没有办法开朗起来，明心见性就很困难。所以世间的事情一定要明白，世外人就是修行人嘛，修行的人法无定法，你知道吗？法是没有固定的方法的，佛陀是应机施法，你什么根基给你什么法，你是大学生给你大学生的法，你是小学的就给你小学的法，他随时随地不放弃任何一位众生。法是没有定法的，没有固定的法才是真正的法。法是一个灵活的，这个权巧方便的，看众生的根基，他马上能够随时变通，权巧方便，给予他心灵上的鼓励跟安慰，断除他的烦恼，让他能够离苦得乐。这个法不是矮板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所以你要知道法是没有定法的，才是真正的佛法。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接引一切众生，所以各位这个道理非常受用。这几句话对我们修行人非常要紧的，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